大家好，我係變態中女。今日喺屋企附近發現咗一間專食烤水，即係泰北咖喱麵嘅細咖啡。間鋪唔大，位又唔多，不過都有分冷氣區同埋冇冷氣區。佢一見到我就安排咗我去冷氣區度坐。今日我叫咗燜牛肉烤水加炸豆腐。烤水個湯底夠濃係基本嘢，但牛肉燜得夠腍就值得一讚。凍咖啡就正常普普通通，但係勝在夠平，一杯只係55G。原本食完個 lunch 都準備走，但係結果見到有 homemade 蛋糕，忍唔住又再叫多件朱古力 cheesecake。雖然蛋糕款式唔多，但係呢件真係好食喎。朱古力味好濃又少甜，於是就一邊食蛋糕一邊飲咖啡，一邊喺度寫 post， 變咗 lunch 加 tea time 一次過搞掂。因為烤水本身份量細，所以我咩都加大，結果3樣嘢夾埋單264G。呢個價錢可以慢慢坐一個晏晝，咖喱麵同蛋糕又好食，又有咖啡，我覺得幾抵，應該都會再去。